市面上有咁多款魚油，其實點樣揀好呢？揀選魚油咧有3個大原則。第一咧就要揀選一間有信譽嘅公司。第二要睇下佢有冇提供到來源地、魚嘅種類啦，咁同埋咧佢嘅 EPA 同埋 DHA 嘅含量。有研究顯示，補充800至1200 mg 嘅奧米加3脂肪酸咧，會比起一啲低劑量或者係太高劑量嘅 omega 3 fatty acid 奧米加3脂肪酸咧，係會更加有效去降低心血管健康嘅風險。而第三咧，我哋要睇下呢個產品會唔會有研究支持佢嘅產品功效。doTERRA 嘅 E-Omega Plus 每一份咧係含有900 mg 嘅 omega 3 fatty acid， 當中咧有800 mg 係 EPA 同埋 DHA。佢有效支持我哋心腦血管健康，我哋嘅認知功能啦、關節健康啦、情緒健康等等都可以有幫助㗎。而佢嘅魚油咧係嚟自挪威海岸野生捕獲嘅深海魚，係可持續收穫同可追溯原材料嘅魚油。而最特別咧就係佢裡面會添加咗野骨精油。呢個野骨精油裡面嘅檸檬烯咧係可以對於抗氧化力咧有好好嘅幫助嘅喎。佢可以配合到魚油本身嘅功能之餘咧，仲可以保持魚油嘅新鮮度，味道都幾好㗎。每日咧只要使用3粒就可以㗎啦。